大家好，我係德啊，歡迎收睇我嘅視頻。以前成日聽人哋講話大環境唔好，大環境唔好呢。今年我終於接觸到乜嘢叫做真真正正嘅大環境唔好。俾大家睇睇我哋今年呢去到年25之後存住嘅貨仲有幾多？如果按照舊年嘅環境嚟講呢，去到呢個鐘數，基本上我係冇貨賣嘅。你俾錢我賺，我都真係賺唔到你啲錢。但係今年基本上啊，大家可以睇得到。我現貨最少有500萬未賣得出去嘅。今年我可以做到一樣嘢，我覺得我好有良心，就係咩呢？依然出得起糧，依然冇拖過任何人糧。幾時開始我感覺到呢？就係我去行花市去買衫褲，基本上條街係冇乜人嘅。包括我哋去嘅娛樂行業啦，去食宵夜啦，條街都係比以往所有嘅年份都靜咗好多嘅。因為依家啲人啲錢唔捨得使。其實你話依家個個冇錢咩？有嘅。其實同埋以前啲錢都係好接近嘅，只不過係唔捨得使。好似以前你買台洗衣機，你覺得差唔多咯 ，OK 啦，你滿意啦，你會去買。但係今年咧，你唔係到咗最後一步，冇辦法啦，我要買，你先可能會去買。所有嘢都喺度變緊，所有嘢都喺度貶值緊，包括我哋嘅愛情啦、婚姻啦。可能以前你娶個老婆8萬8彩禮喎，冇得傾喎，但係依家可能2萬8、3萬8，大把人搶住價啦，啊！以前你溝條女呢，可能喐唔喐要5200，但係依家520可能搞得掂啦。所有嘢，包括我今年我做咁多年生意以嚟，未試過咁難做嘅。我做咁多年生意，年年我都賺錢嘅，但係今年真係冇錢賺，完全係冇錢賺嘅，冇錢入袋嘅。包括你話去到明年嘅5月份之前呢，我覺得大家都係唔好盲目咁樣去離職啦，同埋創業。我個人建議係咁嘅，因為我自己積落嚟嘅口碑咁好嘅情況下，我都只能夠係保持緊收支平衡，我就知大環境真係唔好啦。所以我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，當有一日我生意都唔好嗰時，出邊嘅生意一定係好差嘅。今年好多貨我哋係低於攞貨價買嘅，我可能2000蚊攞翻嚟嘅貨，我可能1900蚊我都肯去買啦。可能我今日2000蚊入嗰台機呢，下個月可能入貨就1800啦。所以喺佢降價到1800蚊之前，我必須要1900蚊炸林將台機賣出去，變咗錢翻嚟先算。所以基本上今年我係最少賣10台機，有3台機係蝕本嘅，即係我淨係賺4台機嘅錢。但係以前我係賣10台機，起碼有9台機係賺錢嘅，淨係蝕1台機嘅錢。所以你話啊，今年真係冇咩好講，冇咩太多嘅嘢好講。今年有錢翻去過年嘅，你已經係好得噶啦。啊，今年你打份工，你老細從嚟冇拖過你糧嘅，你真係好得噶啦。依家所有嘢都喺度貶緊值，所有嘢都喺度降緊價，所有嘢都喺度篩選緊。啊，行業篩選緊所有唔賺錢嘅行業，公司喺度篩選緊所有冇價值嘅人。明年嘅方向，反正大家有嘢做，做住先；冇嘢做，躺平盡量唔使錢，已經係王道。咁樣就嗱，睇住有幾百萬，以前係全部係 cash 嚟嘅，今年就係齋睇住，齋睇冇得玩。其他唔講啦，祝大家越嚟越好啦吓！新嘅一年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樂。我亦都年初8就同大家見面，今年呢就到此結束啦，拜拜。